从行政院院长到卫福部，每一个他感觉都是怒气冲冲的，给人心不甘情不愿，好像我是服务员端菜、端茶、端咖啡。你说站在台湾人立场，我们当然也希望越南好、印尼好、新加坡好、辽国好，我们心胸开放。重点，你不能够针对登革热，宁给外人，不给家人。你给钱给印尼、给越南，你可能笑眯眯的把钱拿给人家，你怎么给高雄气呼呼的呢？怒气冲天呢，或者很不爽呢？你有很棒的态度对外国，你给高雄，从行政院院长到卫福部，每一个他感觉都是怒气冲冲的，给人心不甘情不愿，好像我是服务员到餐厅当服务员端菜、端茶、端咖啡，人家给小费，一个是谢谢你的服务给小费，另外把钱拿走，这是你的小费，我服务员当然不舒服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能够帮助外国朋友，代表台湾有这个能力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然后我们也给人家给的，我们自己也很快乐，也希望别人快乐，这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对自己的国人高雄，你为什么这个态度？为什么？我不懂。